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国内发生今年头一桩出麻出撇伫咧病院烧坏事件。即阵是增加4例，拢总已经有5例啊。源头咧是一个去越南探亲，倒来台湾带病入境的病例。伊伫病院为着别个患者的家属、护理人员甲清洁人员，另外坐一共一架飞行机的旅客嘛确诊，目前是靠152个接触者，要搁爱继续监测。 国内出现今年第一件变麻疹群组，疾管署10月公布新增加4例麻疹确诊病例，包括3例国内感染加1例境外移入，其中3例国内感染的是之前公布越南探亲境外移入的中部40几岁男性，伫病接触的陪病家属，一个病的护理人员、清洁人员，另外一位境外移入的个案是甲指标个案坐同一班飞机的旅客。 这个一个群聚的一个事件呢，到目前为止，包括指标个案，总共有5人的一个确诊的一个个案。那目前的接触者呢，包括医护人员，包括同班机的一个旅客，那大概有152人。那这些人呢，我们都会持续在追踪当中。那这个群聚事件呢，我们会持续监测到1月5号。 对这边病群组，疾管署甲地方政府卫生局17到这间病一个轰炸，建议病院加强相关监控措施，同时要建立员工自主健康监测机制，停办年底院内大型活动，办院内麻疹感染管制教育训练等防治作为。皮肤科医生讲，麻疹传染力正强，会让对空气甲水暖传播。常常看到的症头包括脑痛、发烧、流鼻水、咳嗽，一个目睭结膜炎。因为在密闭空间呢，它传染速度是非常快的，所以假使没有打过疫苗的人，事实上其实只要接触这个有麻疹的人得到之后呢，他感染的机会是非常高，一个人就可以传染到将近20个人这样一个速度。医生提醒讲，高风险族群包括幼儿、有生的妇女、是大人，一个免疫力功能较歹的民众，得到麻疹了可能会造成肺炎、脑膜炎，死亡率要加10%。那预防麻疹除了爱避免去人多所在，也要挂水安，降低感染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